再来看台中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，站伫太平区的中山路，伊家己翕一段影片哦，伊的朋友在赛车，伊人徛伫下音馆镜头的跳舞。这段影片嘛传去网络顶头，警方是表示讲，这款行为哦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买来处罚。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徛伫咧轿车引领外顶头跳舞，而且这台车又一直向前驶，随着车底人拢甲头存在嘻嘻哈哈。 有人该翕起来，放在网络顶。车祸完嘛，就像遇到事情也一样嘛，就是遇到事情就是不要心情不好还是怎样啊，就是要看开一点。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出来讲，找这案伊赛车甲头前的车发生车祸，笔录做煞了，归去就甲朋友伫太平区的中山路做联合电影院，想要冲人气。警方主动侦办，对赛车姓陈的查甫人，甲徛伫咧引领挂跳舞的姓张的查甫人，依照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，分别罚18000加500块。分别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1项7款，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下罚款。 及同法第81条，在车辆行驶中攀登、跳车或攀附随行者，处新台币500元罚款。警方讲，若是发生伫咧市区人车较多的所在，也个可能涉及公共危险罪。传播学者讲，即马电影院正流行，少年人正喜欢挑战趣味的代志，翕一寡影片来电，吸引大家的注意。我发起挑战呢，就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这种。 表现欲、自我展演，然后因为它的门槛很低，就你用手机拍就好了，不太需要说还需要什么样子的文词的表达。学者讲，电影院伫社群媒体放送，互少年人的沟通变做片段，而且重险重严。建议使用3C 产品要适当适量，也要用教育加适当的约束来减少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